ลองจ้องเหลี่ยม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สะเตาวันตุบุตั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ธัมมั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สังฆั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ดุติยัมปิบุตั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ดุติยัมปิธัมมั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ดุติยัมปิสังฆั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ตัตติยัมปิบุตั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ตัตติยัมปิธัมมั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ตัตติยัมปิสังฆั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แล้วหลังสิวเปไก่ตัวจำทางเหลี่ยมแล้วโบสิวเปไก่เหลี่ยมเจก่อไก่ปานาติปาต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ะ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อดินาดาน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ะ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กาเมสุมิจฉาจาร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ะ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มุสาวาด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ะ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สุราเมรยมัจจปมดตน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ะ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อิมานิปัญจสิกขาปดานิสมาธิยามิสาธุสาธุ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อุปหิอุปสิกวัดสวาโลเต็งเลยไปว่ากล้องที่เจ้าก็สู่พูดไอ้ปุนเสียงเก่งพูดปุนซีมอีจริงคักกู้อุทิศสีอีไรชุดสีโจเหลงอ๋องแล้วที่เจ้าก็สู่ว่ากล้องอันนี้ไม่สู่อันนี้ล้านเน็ตกายพูดกล้องอาจจะเลยหลังไปเฉียวฉุกคอให้อีเจจับไปโปโลบิจาเจ้าจะไปโจให้วันจวนแต่อีหลังน่ะจะไปทันสมาสัมบุดานี่อีหลังเจอสัมเยาสัมโปเตนี่อีหลังเจอจะเลยจับหังจินจะวันจวนโบเซกายโบจะเลยหลังไอ้กล้องขัดหยากุยอีดาลัมจะเลยจับหังแต่อีลั่นเวลาเฉียวฉุกคอให้หลังลั่นเพิ่งที่จะไปตุยจะเลยจับหังแต่อีลั่นเนี่ยหุ่นเสียไม่ใช่จิป้าหุ่นลั่นเนี่ยหุ่นเสียก็จับหุ่นก็เก่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โจ๊กใจจำลั่นจะไปโจยันเชียงหากูว่ากล้องaboutจะเลยเท่าจะเลยโปโลบิสจะสิปอซีแล้วเต็งเลยไปว่าสิกล้องเตจีโปโลบิตุสิกล้องกายแล้วกายว่าเต็งเลยไปว่ากล้องจับสีหังไอ้โหตุยล้านอันจวนลีเอกจะจับสีหังแล้วหลังไหนจะไปเทียกุ้ยที่เทียเลยเจ็บแล้วการที่ว่าสวาโลเต็งเลยไปว่าสวาโลกล้องล้านเนี่ยเป็นจะเลยที่เจ้าก็สู่สิพูดเด็กปุ่นเสียงเก่งอันนี้ว่ากล้องการสัมไปเลยไอ้กีโบจะเลยไทยชู้คิดต่อที่ปลาบ่อยไหลจะอีเก่าเองก็จะเลยเล้ง
零嘅查某零啊冇，伊当你话是叫哪个？但比咱世间嘅人会使讲啥抓钱呢？但比人叫哪个来翻译起来是算零，所以呢大啲这个意思海，伊大啲海叫做海零，了伊昂是叫海零昂。所以这边啊，顶礼拜我有讲到这个，会记无这个昂，这个太祖买来去做昂，了又生两囝，甲这个零嘅查某，但这个两囝你话叶嘛，叶爸要娶，叶爸要娶转，叫伊某转，叫你零嘅查某转，伊讲我袂，我人做零嘅人，我人嘅目睭真正上。我若是上得了一个人啊，起风上因啊，那个人死。你看伊人灵会毒啥，哪家会毒啥厉害？特别伊人这个是这灵啊，是这个是叫做一个红光，一个神来。所以你看这查某伊买对这个太祖去，做这太祖去甲一国家就本来哩上面去做王，那这两个囝，一个啊，这个两个囝，一个是大波，一个是查某。and then 会记无一个买来一个海灵王，安尼迄一只龟去做鬼，去四山生活，了海灵王来偷囝，偷某，甲一个 King of Benares 的王，安尼这个王的查某呢，伊嘛是灵生的，灵的查某，伊人是红光来，伊人会变做人的上久，所以伫做红姐的时，伊渐渐变做人。了这个睇啥，了再来生两个囝，一个走，一个后生，甲一个走啊。啊，顶礼拜我有讲，甲上摆会记无？偷偷囝伊人伊买互这个这个王，拉伊买互了，然后就这个王就叫一并买，甲了去包围这个规个市场，叫做本来哩是市场，安怎要包围？隆重大啲酋长啦，跳啦。汤啊啦，高衣卡啦，拢总搭进厝，搭咧暗拢总有只蛇，安蛇佫是白的蛇，当着伊开上皮青安尼，那了是正红光变，伊是哪个变呢？三摆规个波间正准了，安尼做，拢总去求王喂，嗰个海灵王来拖你走啊，做来拖你走啊，可以去啦，你若无可以规个波间，嗰了是蛇，特别。要买来你看这个王就抓啲门前嘅嚷三声，倒落去时讲我好我走啊，好这个海灵王，伊嚷三声呀，拢总会抓变无了就去抓啲你变那啲靠远，伊去也变一个国间，拢总会即系抓，甲了即哪家了去抓啲向边平台虾米啊？伊偏讲咧，伊大啲门前都讲伊要互伊查某囝，所以上边海灵王大啲咧国间，则派一个人去，则掠，像个人，咱同人讲要交，啥要去偷神鸟就袂使空手，掠不来升去才上日安尼，所以掠物件去了就去甲王讲王，我人送你这物件，听讲你正因了要互我人，所以伊讲好，我。这个王接受这个物件，了讲下路人转去路人的所在，了确定我查我预备好时了，无但就今日还是马仔还是啥物，我就安达我查某囝去。所以人甲了这哪家甲了他那变做人了，变做人了大啲咧国间，了人转啊，就会记我上顶礼拜教，要个人教我伫这边。and then 这个若知了人的物件了，他那伊个查某囝就要交因这个海灵王了，所以伊叫伊查某囝来带去楼顶，了开个窗啊好看。伊讲走啊喂走啊，你看向边咧山以为你看无白，甲了向边是一个市场真正大。人来偷亲甲你，了我他那要互你去岸边，你去岸边你是做王鸟 ，number one 的王鸟 ，chief queen 的。了他那呢，我想马仔我要安达你去了，所以你看这安尼看，讲互大家听了，伊的走啊，金翅装规上久好势，了则派这边的人带新鸟去，伊人因这无想讲正赛来。
来偷亲了，新娘就被即老人带去见咧，真晒，所以这日来是带去了的是王咧，连人家王海陵王，甲伊隆中王将人隆中出来接接一个princess， 就接接了啊，伊就去啲啥一个厝的王将个呢，伊这个了是样变呢，了坐啲门窗安尼，坐了伊想唔知人呢，噗，隆中变无了，然后去隆中去啲这个海陵王的所在。去这海陵王的所在，这个 princess 啊，这个他那新娘本是伫困了，他顶起来看，哎呦，规个腹间金美个了，了一问，两边敬水人，就个腹间看安尼水，我阿爸的腹间都无安尼水，然后这个敬水人讲，这个就是瑞先生的瑞王的Datta。了，路真正是来做皇帝鸟的这边，安尼真了欢喜。所以这个就传，安尼就是讲这个啥物这个查某呢，就他那大伫这个灵王的所在。特别这个王呢，伊去想讲拍锣拍鼓，讲互伊规个实地上，规个市条听。女人，我subject袂使互人，袂使互这个新娘，我某看到女人是哪个，女人是灵啦，袂使。那若是讲对我查某人的面前，女人就要变做人，袂使互人再讲伊来教演是这个哪个喎。安尼无半人敢啥出现讲正伊是蛇。嗰个点声有你看见哪个？你看，嗰个点声一个就是伊来听经了，伊变做人来听经了，你看，尾来伊出家做和尚，特别因为伊人是啥禽兽的上姑，不知讲落安怎界限袂谈，所以你看这嗰个点声，这个哪个来做和尚的是，伊困的是困到过头忝，伊规个人伊变做人的上姑无了，伊才变做伊正的人家的上姑。了你看伊大啲房间，规个房间甲了是蛇的上姑，咕隆，然后你公司房间甲伊会上吧，你才知讲哦，这个是人家来。所以你看古时富的点山2000几年有了安尼款的物件，所以这个他那这个查某来大甲伊查甫人是海陵王，伊唔知是灵甲了，安尼看甲了是人，经水人甲了本是人。所以大伫遐边是真正欢喜，因为伊腹间市条较水，因为这个人家是顺时天顶，特别偏到天光，伊人的天顶较低，特别阮较低天顶看，拢总规间厝金当当。所以大伫遐边啊，这个人的查某啊，会使讲是王娘是真正欢喜，and then 无偌久生一个囝，这个囝伊生一个后生，伊名苏达珊娜。这个苏达珊娜正是咱的这萨利布达，伊较早几那百时前的事，伊来出世做这个海陵王的后生。咱家无偌久，过生过一个后生，这个名做达达，这个就是咱的菩萨。今日这条经是正是达达的故事了。这第二后生就是咱的菩萨来去出世做灵王的后生。第三本是这个。名做苏巴嘎，这个是正名木建莲早几那百时本是来出世，你看伊人搞了规顿，个第四个后生名阿里达，这阿里达呢尾来大啲富的点声，伊本来出家做和尚，伊名苏纳卡达，所以你看这个查某啊，是正阿妈是灵，特别阿爸是人，伊是会使讲10分是人。伊本教人大伫这个灵的所在，三摆伊唔知生了4个囝，伊唔知讲伊是来大伫灵的所在，伊想讲人的所在。做一日生到这个第4个囝了的时啊，囡仔甲囡仔伫讲话的时啊，了人讲互你囡仔听，你第4个囝名阿里达，
伊讲阿里达，你妈妈毋是灵来着，你妈妈是人来，诺卡人来。讲到有影咯，我你唔晓你看，你转看，做样怎做啊？你看伊人做人讲啊，是细汉啊，伊人会晓讲话，嗰啲食灵哦，做自己嘅马婆来食灵嘅时，伊条啲变，我讲袂使变好。伊无看就讲是即个所在是灵嘅所在，唔系好。特别即个伊囝乖姑调啲即食灵嘅是啲属于买灵，伊放伊买落去了，系买去动着伊买卡。你嘛看虾米物件动，咦看到一抓伊抽落去，安尼囝本放落去，伊用手扫咧囝，扫着伊囝目睭流血。安尼嚷大声，王者听到虾米事我无。让个呢，要走出来看，要看到哦，原来伊囝到底出现讲是哪家来，好我无知讲伊是哪家，actually 要就死罪，所以伊就讲啊，你要叫我囝去抬头死，我都好灵袂使那样，咱骂小囝，伊讲佢自己伊知了，原来我住的所在是人的所在，是哪家的所在。是我骂的，伊骂的其实是人家的查某，是我骂的所在呢。and then 伊求大人啦，安怎样本是我的囝？你若是讲笑我呢，写无做我的囝。and then 就佢自己啊，这个查某把你实在 ，and 佢这个囝可以摇着一粒目睭，所以名做卡纳里达是独目的囝。所以这边本是有对关系，伊因果的事，伊就可以嘛摇到一粒目睭。所以这个四个后生一直大汉跟拢总正人了，伊娶某了，大个死个了，伊个爸是做王，大啲领王，伊本嘅家伙，东边是大囝，西边一个囝，本嘅家伙了，伊人去做王伫伊人嘅所在，伊个爸呢做王伫一个。东位正东南西北，所以分个国家分做四位。咱即个四个后生啊，正式你看是咁样，木根莲、扎里夫，然后甲即个咁了就即个拢总是他那啲白白啲做会笑，他那啲一啲幸福的事。嗰一个是咱的菩萨，嗰一个是那卡达，四个拢总咁了啊！伊人是故事渐渐去做好病病，伊人出事跪蹲咁了。所以这边我讲人听，若是讲你人不管是到佢迟到落啲结缘，啥病病来受戒，后佢要出事跪蹲，一个人有福气多咗咁了，无听到你福气较无，你朋友的福气，拄着我听到一个所在，他们出去了，我要带人去，拢总对去。所以这边后来是叫做结缘结好缘，所以这个四个囝真正有效。伊人行讲个了真有效，爸母养哥伊爸母，名伊人做王，逐月日转来看伊嘛。伊转来你知王来转来，伊跟随人拢总转来。特别这个第二囝是咱的这菩萨，伊另外较有效，伊无一月日一道，伊定做一月日两道。两礼拜定就要转来看伊阿妈甲伊阿爸，咱逐月转来啥物啊？阿爸本是做王，了这个囝本是做王，甲了参详啥物啊？去管国家的这个问题，安怎坎坷，了有一日，伊阿爸是这个老的海龙王，要去找四大金刚，啥伊人有参详啥物？咱这个第二后生，咱的这个菩萨。本对去了，尾来这四大金刚甲伊阿爸参这个菩萨，搁去找天公，所以四大金刚的人会去伫天顶，这第二眼叫做道理天，伊人去。咱也免人讲，不管是本有面顶有开会，还是有听经有听经，咱有一日点无点，伊人一条问题，每只人讲，大家人讲袂晓，了咱的菩萨。伊是命大大，大地很平的时，人就问大人袂晓了，伊起来听，人家提供听伊听，这个经啊，哎呀，这个人安尼搞，
and then 就佢自己去那天公公都迎来 and 佢自己天公就啲學嘢名名 data 又唔會嚟天公你睇那是叫做 buri data buri 就是講地位真正高嘅 data 所以就安尼佢自己去嘅名叫做 buri data and 呢條經就是叫 buri data 嘅經所以佢走嘅時就天公公都迎來 and then無做蝦米有當時是大啲人家我大啲靈王嘅所在，伊不管是去看天公，啊，咱天公逐個真正歡喜，即個菩薩來，伊of course伊唔知菩薩，伊知講即個無厘達達來，逐個有蝦米未曉入門，伊會曉跳，所以特別陣陣去看天公嘅所在啊，哎呀，安尼水，去在靈嘅所在就真正水，攏總是金，特別看到天頂唔是金呀，刷臉。哎呦，安尼水，安伊是菩薩還未完全，伊就看到安尼咪講，安怎樣人才會使來出世佇這邊？因為，安尼人切講，攏總是界，安佇這邊呀，伊看到安尼講，我愛來出世這天公嘅所在，安伊講我爸聽，阿爸，我要受戒。所以這條經我就係講啊，你去看伊啲做菩薩嘅點聲，伊受戒無像個人，伊甘願死，伊唔愛破伊戒。所以即樣來講，討戒阿爸，我想要受戒。安尼阿爸講，你做你修，特別你唔通去四山修，大啲骯髒嘅內面修。特別你我聽無前後句阿爸講啊，大啲天頂坎坷受戒，你人今日會來受800關在啲這邊啊，你人較贏過紅光。啊，你看即個，你看菩薩，你才講啊，你看，伊只要受戒呢，即善路攏總聽談伊。啊，伊啲只點嘅是佚佗陰功，啲聲伊安怎會受戒？未受戒？未來伊講嘅無聽。我未受戒至即個哪教喎？我唔是天頂啊，是即個靈王嘅所在啊，我未受戒至這邊。特別我呢，在講啲人嘅所在啊，有一個所在講會叫咧喺靈王出來，就係你水啲香嘅位，上邊是一個大巴，亞木那嘅所在，我要去，上邊有一個白下墩，然後我要去受刑啲上邊白下墩。然後你若是在，我若是早去偷戒嘅時呢，你會使叫你。經隨人來帶我轉，所以啲受戒點聲，伊是抓啲咧白下墩，牛攏叫啲白下墩。人家媽在早起呢，天也未關呢，十個即個人家嘅查某水水香水攏總個了，人人叫來帶菩薩轉，安即個個了攏總一直變做人，安迄條時呢菩薩要轉嘅時，伊變做人，即啲叫。人家拍鼓，人家查某啲跳跳劇，嗰啲跳舞好看噶了。所以伊安尼去做，伊本是真正久，安尼講迄條點聲，我講人嘅歲數真正長，所以大就是真正久，大啲響邊啲白下墩，搭過七，伊甲15，伊啲受戒，嗰15個受戒對，正就是查某來帶伊對，變攏總是人家變做人，แล้ว佚佗陰功，成講。借叫就對啦，請一頓，所以做真正久了，睇那個一條大啲本來呢是為有一個老婆羅門，甲伊個囝，大啲這個城外，直接甲暗점점去趁食，用蝦米趁食，伊人去拍啦，大啲把位去拍只落，然後再來睇咧落，再來賣咧肉。即就無點有自己呐，伊去拍啦，拍無半行，到下晡了，佫無半行。and then 即個Brahmin無知道伊行無，伊甲伊囝講啊，參嘛將就無半行，轉去就叫咩？就袂唔敢對啦。下晡本來土死大啲響邊 ，and then 伊講咱來看有蝦米行，所以行看，別我咧白下蹲嘅時看就有落會較熱。伊講這邊落嚟卡隻，然後有落嚟食水，所以天台啲咧，天台啲響邊就天台響邊啦，落嚟，所以這個人拍，按這個人拍，這個落了時啊，抬咧吧，
抬了把了人家做，要转一头落山神家，俺这个是大巴，你要安怎出？未出了，无啥摊啊，咱有倒出来，会呀，向边的人故事无倒出来，所以未转啦。所以讲的正正小暗了，未转了。俺这个是大巴，你来土司行无定，你跑唔见路，苦卡惨。所以安怎做？白去树长去困。俺这个树长都做流咧白下蹲咧，咱哋即菩萨大啲咧即做咧，人家大啲白下蹲啲修行，伊无看到。咱白去对面树长去困，囝本困，伊本困，困伫树长，俺咧肉就放伫边啊位。你困咧点啥点无点马在天光早早一头也未出来啦，听到音乐，即个。海陵王的查某拢总来了，10个查某来支持咧菩萨要对咧参教。这个老婆罗门就听着，按照这大巴有这个 music 这音乐，安尼来咯，都爬起来看，你叫一家起来，你知一家少年家叫未起，我不要紧啊，放点，要一听了慢慢爬啲长落来。一落来，你看到哇！原来这个10个查某真个安尼水了，个一个人坐伫叫，安尼又看着安尼了啊！按这个10个查某在看着这个老的婆罗门呀，你看伊人突变无去，密地，这密地呢，像咱的菩萨，咱菩萨坐伫叫，所以就安尼呀，叫做参菩萨。伊安尼达来查某走了，伊买走了，这个婆罗门的人就问伊看，我看到这个10个查某，伊人目睭红，伊人看物件无像个人，伊的目睭无像咱人的目睭真那因呢，伊人无呢的样看，到底是虾米物件来？女人是虾米红光着？按这个菩萨。伊交白讲，伊无骗话，你看伊个家，伊唔爱骗话。伊讲我人唔是红，头伊讲我人唔是红光，我人唔是亚卡，我人是灵那个，我是一个那个 prince， 我像一个太子安尼，一个小王安尼。了我人会力人是真正强，我人会变化，我人虾米，特别我人会top真正厉害。and then 我人大的所在是真正 special。了我阿嬷是名萨姆达加，我阿爸是名达拉达，了我阿哥下面讲出的历史，甲了互伊听。咱这个太子啥啊？伊是一个菩萨，伊看这 Brahmin， 伊知这个 Brahmin 是无好的人，所以讲安怎做啊？他那这个我今日来去拄着这个人啊，那是讲啊，我他那出我走变无啊，伊把这个来帮我。and then 我来去修行的时，伊掠我掠去城去做戏，了买，所以安怎做？这菩萨就请这个老婆罗门的人，这 Brahmin 讲，哦 Brahmin， 我呢大姐人家我是真正快乐的所在，他那呢我想要带你去看我人的祝福。你讲我真正爱去啦，特别我有一个后生分呢。那假如那后生会使那位后生会使对我去，我不要去啦。所以每个后生叫伊后生起来，后生讲你那阿爸你要去，我要对你去，所以去。所以这个菩萨带这个男的，这个老婆罗门甲伊个囝，按大香饼大款待伊，按伊大香饼的时，这个菩萨达115个来这个地下蹲去修行。了香槟呢，一帮叫人讲，这个老人啊，就要特别优待伊，然后可以真正10分的快乐，唔通可以讲啊心无满，唔知讲无爽啊呢。伊袂虾米如何，伊袂虾米如何，所以这老是真正快乐。特别这个武道有写讲啊，人虾米物件，伊若是会快乐，大致上这个人高我是是红光的所在，伊若是有咧福气，伊会趁大天顶，伊若无福气袂，所以这个老的婆罗门甲伊个囝，伊个福气了，伊个福气了的时啊，实在伊大只人甲我是真正快乐，特别下面伊个福了，伊拉萨大只这个天顶啥这个红光的所在，神路几百个，伊本无爽，
俺大啲天顶一看上个大啲卡古镜，俺咱都看伊个这那个有本你看做啥妖精妖怪，俺咱伊个这天顶看做啥地狱，因为伊个心阿冇话讲 dissatisfied 无满意了，虾米属于无满意，虾米属于个心变，因为就是讲伊个福气直直无了。所以人大啲世间真正好命大，有食有清有大有虾米有，但是讲我无爽我无爽我无爽。这就是讲啊，你渐渐啲无爽，你真正好命嗰啲无爽，就是你福气就被了乱咧。所以当时啊，有个人渐渐教路讲，我无清，我无清，我无清，你安尼叫做无清啊，冇得教啊，冇老有虾米有个无清，这就是啊，未晓惯人讲无满足心。所以讲啊，伊囝仔讲我想要对，然后伊囝问讲，虾米事？你大姐妹无爽阿爸，安尼爽食好，虾米好？现如果有安尼济。安怎我无买挂？你讲我看心里啊累，无当不应该出来笑，伊就出来笑。所以就讲我 I miss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miss your mother。我会记得先到底迄边啊，伊翁公另外较水，但伊这里无满足了，未爽了。所以每来啊，爸就是做乱讲，行对了。伊囝就好啦，爸你要对我不对啦。按这个看啊，伊囝满伊要对啦。但是伊要想，我要安怎甲这个布里达达讲，我要对。这个布里达达有时我来讲，我垃圾要对啊，伊个较好我更加 special。伊渐渐买互我对，他那我要对啦，伊个买，他等伊个用安尼咯，个互我更加特别的物件，所以我安怎做，所以想办法，所以直接不哩达达来看，啊，好事我在这边，然后伊用的咯，哎呀，不哩达达，你在这边是真正快乐，你厝安尼金当当，我像天公阮袂赢你哦，你厝安尼好一个，啊，咱这菩萨才解讲啊，你唔通安尼讲。天公的所在，更较好过安尼啊！我就是今日去修行，because我看到天公的所在，所以我因为贪我来受戒哦。他那你唔通讲这句话，讲天公的天顶较好过，天公的 balance 较好过，无影。按你这边啊，就安怎做？伊讲啊，我知，但是你的功德安尼，我若是会贪着你的功德安尼好呢。他那我看到你安尼伫修行啊。我本要对上甲愈安尼，但是我要转去看我某了，我要去修行，要转去伫印度大巴，做印度大巴了，我要去修行了，希望讲要来出世类所在。安尼样就是安怎做？听伊讲，伊是要出家，了这个菩萨呢，这灵王伊就想讲，到伊若要出家好啦，了送伊，你再达的灵有一个宝珠。这个宝珠若是你人来食，一个灵看着一宝珠啊，你买虾米你会贪这粒宝珠，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咱的菩萨送伊一粒宝珠，特别人讲啊，伊是顶，所以就讲啊，伊互我宝珠了我来摕，他等伊讲，如果你要出家，你个摕这个宝珠啊，我买啦，买了菩萨如果买伊就摕起来啦，无好路啦。就对，了买来教你点声，这个菩萨就叫这人带进来的对。这样，伊这咱的菩萨叫这个灵，这小人家带进来的对去对大陆大啲咧所在，咧树咧迄边位，伊人爬咧落咧来放伫迄边，了嗰啲青咧，人家我咧。金的金器，金的些衫裤，金甲了拢种好好的物件，啲青条，了安尼啲对。特别福气了啊！这个物件唔是路的，就是唔是路的，所以教教你扒了的时候，噗，就无掂啦。这灵王，这灵送你来个这个所在，啊，恁你看到水啦，哎呀，他那对来咱的所在，咱就讲去惊堂啦，这边我拍着落，那边我拍着，后面边拍着咩？你讲个旧的树，了但无点看到一个莲花池，讲咱来长一个只对，咱一套一衫，下落涂骹，跳落莲花河，扑起来衫无了，虾米物件有？故事啲拍来的衫裤拢总有了。
咱对来长一起来对来，囝的金器拢总无，伊个金器拢总无，无主人要互伊本无，甲了无。咱个囝讲，你看啦，咱个福气了了，后面本无了，所以可困个囝唔使惊。咱会拍车钱，咱个趁食像个故事拍辣食。咱这边啊，人看到人去走转去讲啊。讲啊，你无听讲，我看到你查甫人甲你后生有弟弟拍啦，咱这查甫人来一年找某找查甫人甲找囝找无，点无点听讲伊转来啊！我想伊人是做啥死了啊？到底把毋知互老好食了，安怎点无点过会转来？你知影查某欢喜啊，大做煮来食咯，听开人转来，你知影查某人大。欢喜啦，煮来食了就咧老人就伫困，老人困，少年的囝就未困了，囝未困了，阿嬷就问个囝，到底一年你人走去家咯？咱这囝就讲，阿嬷，我人去大个海陵王，海陵王佮带你人去啊，真好命。了，安怎你海陵王遐边进去安尼坐，安怎咱佮伫翘，安怎你买牙对淡薄命，阿嬷。海陵王佮互阿爸一粒宝珠啊！安尼阿爸买钱，阿爸讲我要出家啊！咱这查某听了，gram 了死鬼啊！一年我伫受苦饲落囝，你无互我半蕊，我佮摊啊就要顾落囝，顾甲一年了，摊啊你转来，你讲要出家啊！牙查个拍伊查甫人，查甫人听着，还没说你跑啊！你想要出家啊？你家庭的家路都还未了啊！你讲，无诶，我是讲，我是调题要来看路了，我才来讲安尼。我若是摕物件，所以伊才买互我转。所以我是安尼，你毋使惊，我大家路我有拍啦，我互你食，我饲，我是讲尔，我无走。所以这个，所以来到这边啊，这个故事请停。他那你知无啊？大地佛教的点声，你看大地这个这个人的所在，甲四大金刚，头一眼是那个灵王，第二眼就是叫做嘎鲁拉，嘎鲁拉是鸟精，按这个鸟精啊，佛教佛来出世的点声，印度本有一只鸟叫做嘎鲁拉物，你人看前阿久我讲这三麻瓦地的故事，你看有一只鸟。伊个牙一只牛起来，你牙着咧红灯鸟会记无？红灯鸟咧生囝伫树丛诶位个，所以即个嘎鲁拉王，伊有一日点无点，掠着一只灵王，伊人即两项啊，嘎鲁拉甲一个哪吒两人亲日对决，达过一个哪吒掠灵来食，所以一日点无点，即个嘎鲁拉落去。跳落去啲水，拖着一个灵王，唔是讲咱的菩萨的家庭，别的家庭，拖着一只蛇起来了就安怎做？买去啲一个大树丛，大树丛的位，伊咬咧蛇，伊淹伫头壳，咱的尾动动去，这尾动动去了，伊徛，伊还穿伫一个树丛，一个蛇咕隆一个丛。And then after that 呢 ，after 伊海穿了，伊个飞起来，你看这个鸟精安尼厉害啊！伊就起来的时候，咧抓乌龙咧长一弯起来，就弯起来了，大地顶面啊，大地啥讲伊飞去伫天呢，大地天啊，伊用伊喙咬咧灵的腹肚 ，and then 伊食伊腹肚的油个了，直食了伊。这食袂放那些，咧灵也死了啊！咧树丛家己家老，你看，还没水的声，伊下落去看到这个树丛，这看到这树丛了就安怎做？伊讲惨啊！这个树丛我会记讲，我昨晚下这个树丛，这树丛的下底啊，大概是一个圣人，渐去坐禅那边。今日我来去做咧树丛，害着伊坐禅的所在，到底我唔知有做无，所以就安怎做？伊就变做一个人，一个鸟精，后头食这蛇了，伊变做一个人，
要去找伊个圣人。在你去找伊个圣人的时候，伊问伊个圣人，伊讲万地，一只鸟啊，伊因为不到腰的时，伊要飞起这个长的时。这个长去这个长有好咧抓牛笼，了伊这个鸟飞起的时，参长做着，到底这个鸟有做无 ？And then 这个老圣人讲，那是真实安尼呢，是咧鸟无做，安尼伊无意思心要好咧长出要带咧长起来，伊无做。了个第二项个问，第二条问题。了，这个蛇呢，伊牛笼的这个长，了看下这个长出，这个蛇有做无？了，这个老圣人讲，安尼伊咧蛇本无做，安尼伊要挽紧这个长，安尼伊唔甘愿死，伊个意思是讲唔甘愿死，了特别这个长可以拖起来，这个蛇本无做，伊无咧意思心要挽个长，伊无做。这个鸟真就听到了欢喜，讲原来我食这个灵，我无做哦。这个是我的福，我食，特别有咧有咧长无咧圣人祭神的手长，我这个罪啊，咧长无伫啦，唔是我害的，所以欢喜。安尼欢喜了，伊就甲这个圣人讲，你答应我这两条的问题，我真正满意。了，我要送你一项物件，这个宝是叫做阿兰巴亚纳，这阿兰巴亚纳 spell 啊，那是讲啊，这个阿兰巴亚纳 spell 啊，你那是学起来啊，哈密抓本真正惊咯。那这个圣人讲啊，哎呀，这个功夫啊，这叫做 mantra 是咧人同人叫叫咒。这个咒我买了，我真正借我这圣人这修行啊，我真正借这咒念啦。特别这个那个这个加鲁拉就讲啊，你接受啦，你接受我加鲁，你直接加这个圣人，再加这个圣人了一顿，对了，唔多过一个人，大啲人啊，你欠人欠一世纪，其他路人渐解脱你，其他路人渐解脱你，安怎做啊？走入巴啦，走入巴想讲。死本唔要紧啦，无胃通大啦，伊就去安怎做？啲巴啲流咧，就无特别看到这个老圣人，大啲这个巴位，了伊家空去斗骹手、斗洗、斗扣、斗看，安尼伊个所在，伊个厝囝搞斗扣、斗做。咱你看这老圣人看，哇，伊真正骨力来扣好啊！了是这圣人煮虾米物件可以通食，所以有通食，有通虾米一大。大了啊，买来伊直接伊讲啊，我要所以大上久了，伊想讲我要去别位，所以讲我这圣人啊，我会大甲你到这边位置了，看啊，我是想要去别位。刚才讲伊要去别位，这个圣人就甲伊讲，我无虾米通送你，我送你这条咒，我把你学的，你直直念这个咒，把这类有利益，了这个人学啦。学了啊，伊就消失甲这圣人，在消失甲这圣人了，点无点？伊离开这个圣人了，伊有哪行，有哪学念这个咒，一直念，所以这个啊，到甲这边啊，伊有哪大啲巴，有哪行？啊，咱佛自己拿咱这个菩萨，点无点？要去啥个？啥去流抓去大啲巴大啲江诶，即要佚佗即个山水，咱100个即个那个少年家对即个咱诶即个菩萨，咱伊人炸即个宝珠，几乎啦宝珠，伊达咧领有咧宝珠，炸咧宝珠，即个宝珠伊人下伫一个所在，悬悬诶所在，即个隆重1,000个即个那个隆重就去佚佗水。咱这个人，把你只想讲欠人一世纪，点无点？伊有哪行，有哪念，有哪行，有哪念，念了伊这个咒，来个这个哪个人啊？噗，这个1,000个走了咩？隆重灭地，万个菩萨，村的菩萨一人，这村的菩萨，隆重走落去啊，参菩萨本说无地个了。咱你看，
拢总是走了啊！这个宝珠无人拿，俺只可念咧酒呢，看到这个宝珠呢，伊摇起来，伊讲你看，他那我马路学这个功夫，这个酒呢，今日我谈到这个宝珠，安尼直直欢喜啊！你看我学了我功夫，我他那有这个宝珠，所以直直行，直直行。行去8站无站去拄着咧两个讲咧这老婆罗门的人甲伊行去拍拉的，因这两个就看着伊阿爸就讲伊讲，你看这个人伫拿这个宝珠，唔是讲咧不哩达达要互我啦，我讲卖的是无？伊讲是啦，是这粒啦。哎呀，安怎伊会趁了，咱则无趁啦。咱伫这边啊，两个弟仔甲囝想要来捞伊宝珠。所以老人就讲，这个宝珠啊，我看我知是真正好的物件，但你若是未晓用啊，伊会互你真正用背真正凄惨，伊是大好大败的物件。所以你若是未晓做的物件，你未晓款待这个宝珠啊，你会真正大凄惨大失败。所以按照讲来讲去，讲袂使。袂使了就安怎做？伊讲你若是买好啊，你这个宝珠啊，无啦，你讲啦，你卖几百地金，我甲你买啦。伊讲我无卖这个宝珠，无卖了你卖虾米啊？咱这个人捡到这个宝珠，伊讲我实甲你讲，这个宝珠若是就卖，你讲互我听。搭落一个零的宝珠，搭落一个蛇的宝珠，你会记这个蛇是就是不哩达达在款待人一年，互人去抢，今日因为伊爱这个宝珠，伊要来陷害这个不哩达达，这边伊囝反对袂使，讲一年款待咱，伊互咱啊特别的优待，了咱大甲伊啊。遮困大清拢总甲了互咱，伊对咱安尼好，咱袂使叫做betray 同人话啥讲啊？啥做啥白啥讲去害伊害伊袂使。这个讲老人你讲，买拍插啦，这个害无害，伊是亲受咱做咱会替咱替，所以讲我知大陆为伊阿爸，这个蛇。这个蛇大伫大陆，我会带你，但是我来带你，你直接就互我这个宝珠。伊讲你娘若是囝，我看你蛇，我这个宝珠互你。伫这边爹甲囝牙咯，囝唔好讲，阿爸呢要讲，囝讲啊，做人爱有情。这个囝就是啥物啊？是咱阿兰全家，早几若把时伊直做，看伊个人滴就是滴，不咧玩笑就是玩笑。这玩笑的人讲不要紧，咱你讲啊，阿爸，你若是报讲这个不哩达达大大陆，我无认你做阿爸。安尼讲，有认无要紧，我袂互你报珠头前。这边囝甲阿爸离开，这个囝要来一巴受刑，去大山受刑。咱阿爸是安怎笑？伊讲尔啦，伊买对，看不到腰就对啦。所以伊爸笑我安尼。食着伊囝袂走，要就带这个咧捡着宝珠的人，伊名阿拉巴马就是啥名？就是要来对这个老的婆罗门，这老婆罗门见啦，饲着咧白下墩，伊讲呐，白下墩的顶面你看好，一只真正大只，伊就看着尔，哎呀，我唔捌看着安尼大只的这个蛇，你讲好啦。这边宝珠互你，伊掂互伊，但伊心无着，家老个涂骹，噗落进那个喎，无福气就是无福气，那我要互你，但你未接受，你识别？所以这个老人，因为伊心毒，因为伊无情，囝分无，宝珠分无，对去家庭乱，他们说，怎囝分互你做甲无去，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讲啊，人若是无情啥子，所以这个摕着这个安尼，这个阿拉巴马就摕着这个灵了，就安怎做？伊有炸只药来只药，摕这个药包了，
อย่าบัวเลยจ่อแล้วคุยแล้วเทยกบูเจ้ชุย and then actually จะพอสายก้องอ่ะคิดใจว่าน่ะสิยองบัดจุช่องนี่นะจูลิงนี่นะอีสิอ๋อว่าน่ะคุยชื่อว่าหาว่าเอ็นน่ะที่เอ็นเนี่ยอีเป็นคุยหูกินแต่ไม่ว่าก้าคำว่าบัดจุ出在一做แล้วลูกหวานอีเจซิวไก่อีตัดวันใจกล้า就是唔กล้าที่จะไม่เพ่งเส้นเตะปุ่น唔กล้า去所以人大啲这边有時看那是小正所在我的所在嗱เส้นเตะ去了這裡你看人來舞人來拍人阿咪我來要做伊人去做大啲你抄去扣這裡抄做這裡拿要對這裡抓อันที่เล่นน้าเสียงเสียยองทัดก็เหล่าหวยแล้วสุดเจี๊ยจองทัดแล้วเดี๋ยวนั้นทันเดี๋ยวจิตจะจ่ออีกอย่างตรงนี้ไอ้ปฏิบัติชุดสีอีเวอันนี้จิตจะจ่อตัวทันเลยทันเดี๋ยวswingปากชิงแล้วเก่าจะเป็นจิตจำจริงเอาเลยไปว่าก็สวาโลที่เล่สิตีดีที่เจ้าก็สูตีสามจิตลูกขวาอีอันจ่อยาวอันนั้นอันจ่อเสียวจินตัวตุ้ยอีหลังไอ้กุศิลาเอจะเลยเล่งอ่องจะเลยอ่องเวลากูไหลโจอ่องดันจะเลยอามาคิดเสียวจินกับไอ้หลังจะสิเอาเลยไปแล้วเก่าจะเป็นวิธีจิตจำจริงแล้วถ้าถึงคุณอูดันตัวเล็บหลังไปไหลแล้วเช้าหลังถ้าถึงว่ายำตำโมเก่งหอบ平安กันแล้วถ้าถึงฮะจุดที่เป็นร่างไหลหวยยังอีดังเมญาตินางโหตูสุกิตาหนตุญาตโยอิดังเมญาตินังโหตุสุกิตาหนตุญาตโยอิดังเมญาตินังโหตุสุกิตาหนตุญาตโยอิตาวัคตาจามเฮหิสัมปตังปุญญสัมปดังสัพเพเดวาสัพเพสัตตาสัพเพบุตตาอนุโมดันโตสัพพสัมปติสิทธิยาสาธุบา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ดวตาสัพพบุตต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ทิภวันตุเตบา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ดวตา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ทิภวันตุเตภ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ดวตา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ทิภวันตุเตจึงกิลองจ้องเพ่งอันเราลังโจฮามีลองจ้องลังสิงกองตาหนตุญาตโยเอตาวัคตาจามเฮหิสัมปตังปุญญสัมปดังสัพเพเดวาสัพเพสัตตาสัพเพบุตตาอนุโมดันโตสัพพสัมปติสิทธิยาสาธุแต่ว่าลำเราลุลังสัมยับเชิงว่าลำที่เจ้าเก่งเกี่ยวกับมหาสติปัฏฐานะเวียมกันแล้วว่าลำสิ first part เนี่ยอันนี้จะได้เวียมกันแล้วสาจำปาเชิงที่เจ้าเก่งลูกหัวสาจำปาเชิงเก่งศรีลังกาจ้าบ่ยังเอบายฮัดยังตัวที่ชูจำจะเลยที่เจ้าสิบุดากงอันจ้าเลยควัดลีจะเลยจำแซ่เราแต่ซีบุดาขวาแล้วทีนี้ขอแรงตัดตาลังซีแล้วก็จะไล่ชุดสีแล้วก็ไล่ชุดสีแล้วชุดสีไล่ต่างข้ออุลุยข้อโบลุยข้ออุทังเจ้าตัวเจ้าเรียกเป็นสีข้อแต่โบทังเจ้าเห็นสีข้อโซบุดาก็งาคาแม่กุลัดบอกเด็กสิก็งั้นไหลโจหลังจิตจะไหลโจโหบอกเด็กสิได้ไหลเขียวชุดจะได้แซ่เราแต่สิเองว่าเนี่ยไม่ใช่เราจำที่ชุดสีเก้าอะไรชุดสีตัวแจก็จะไปตาจะไปข้อเขาทางเอาไว้ยำตำปวง
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เอวังเมสุตังเอกังสมยังภะคะวากุรุสุวิหารติกัมมาสดมังนามากุรุนังนิกโมตัตราโกภะคะวาภิกขุอามันเตสีภิกขาวติบัดันเตติเทภิกขุ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ปัจจาโสสุงภะคะวาเอตดาวุจาเอกายโนอายังภิกขเวมโกสัตตนังวิสุทธิยาสุขปริเดวานังสัมมติกมายาดุกาโดมนาสานังอัตังกมายานายาสติกมายานิบบานัสสัจกิริยายายะดิดังจัตตารโอสติปัฏฐานากัตตเมตารโออิดาภิกขเวภิกขุกายเยกายานุปัสสีวิหารติอาทิสัมปะจาโนสัตติมาวิเนยโลเกอภิจาโดมนัสสังเวดนาสุเวดนานุปัสสีวิหารติอาทิสัมปะจาโนสัตติมาวิเนยโลเกอภิจาโดมนัสสังจิตเตจิตันทัสสีวิหารติอาทปิสัมภาจโนสัตติมาวิเนยโลเกอภิจาโดมนัสสังดาเมสุดัมมานุปัสสีวิหารติอาทปิสัมภาจโนสัตติมาวิเนยโลเกอภิจาโดมนัสสังกตัญจภิกขเวภิกขุกายเยกายานุปัสสีวิหารติอิดาภิกขเวภิกขุอรัญญากัตโตวารุกมุลกัตโตวาสุนังการากัตโตวานิสีดัติปัลังกังอภุจิตวาอุจุงกายังปณิดายาปริมุขขังสติงอุปัตตเปตวาโสสัตโตวาอาสสติสัตโตปัสสติ
Digang wa asasanto digang asasamiti pajanati digang wa pasasanto digang pasasamiti pajanati Rasang wa asasanto rasang asasamiti pajanati Rasang wa pasan